徛在地看世界，继续来看一团媒的创办人黎智英，甲香港众志等10个人，妨用违反国安法来逮捕。甲昨暝11点，已经有7个人陆续来交保。黎智英本人是伫昨深夜还12点了后，以代票200万来交保，伊名下部分的资产嘛去互冻结。当这个黎智英为警察局行出来的时阵，有一阵的民众伫咧外口摕到《苹果日报》甲声援，讲要甲伊徛做伙。替《苹果日报》发口号，这香港人要为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加油。和警方掠去差不多40点钟的黎智英，总算伫今日透早报出来。伊和媒体包围条例，场面真混乱。不过黎智英并无停落来讲话，上车就离开。黎智英伫车站互人掠去了后，一直留伫警察局。11透早被押到西贡所在伊的游艇，后来佫回到旺角。下晡3点，佫被送到西九龙警察总部，一直到今仔日透早才被放出来。其他被掠去的人伫昨暝嘛，部分有人放出来，包括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。警方拘捕我嘅理由就係話我由7月至今係利用社交媒體係去勾結外國勢力咁樣，咁所以其實係非常之空泛嘅一個理由啦。究竟係邊一件事？周庭罵香港政府唔拿以言入罪，更加是无中生有。这是参加社运以来第4摆互人掠去，嘛是上惊的一摆。未来路恐惊会搁较歹行。伊讲香港人爱细致甲保重，伊的好伙伴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志芳嘛伫边仔甲支持。